2021年，我攞咗全港羽毛球錦標賽初級組混雙季軍。嗰一年，我應承咗我 partner，第2年一定要攞冠軍。但係唔生性嘅我呢幾年掛住吃喝玩樂，一次又一次令到 partner 失望。5年之後，我決定要兌現返曾經許下嘅承諾。但係當我哋開始出嚟做嘢，身體又冇之前操得咁勁，我哋仲有冇機會可以把握時間衝冠呢？早晨咁多位，今日係2026年嘅3月7號，咁而家嘅時間呢，就係9點09分啊，朝頭早。咁咧喺我身邊呢，就係 Mix partner Emily 啦，咁我哋就係今日第一日重拾呢個羽毛球場有訓練啦。咁對上一次訓練呢，就係真係1年前啦，初單計劃。你對上一次練習係幾時？應該係大學校隊嘅時候，我都係練緊 Pyro， 但係我諗實際喺個場上面嘅移動係唔同咯，即係可能又慢咗啦，啲反應又慢咗啦，啲手感又冇咗啦，又封唔到啲網啦，所以攞翻啲感覺先。咁點解一開始會無端端夾混雙呢？冇啊，無啦啦問我咯，喂，打唔打 mix？ 咁通常打呢啲大賽咧，都係有2個項目可以報噶嘛。咁我又唔會無端端自己一個人去報單打咁樣啦。應用半年嘅時間，由雙打轉為單打。嗰陣時好似大家都冇 partner，咁就話咁一齊報名咯。因為我本身都冇特別係 focus mix 嘅嗰陣時，咁然後可能咁啱都係同學，咁冇人夾，咁我問打唔打，咁就打咯嗰時，係啊。發生咩事？勁攰呢個，我話冇用呢組嘅肌肉，唔得，繼續。我覺得我哋打 mix 嘅比賽都唔算係超級多啦。對我嚟講比較深刻嘅嗰一場咧，會係21年我哋有一場8強嘅，咁我哋就對自己嘅師兄咁樣啦。第一場咧其實好緊張，我記得係俾人炒住咁樣轉場啦，其實都諗住死啦輸啦咁樣啦。咁但係之後又唔知點解可以反擊翻，即係又可以贏得翻轉頭喎咁樣。我記得咧嗰一次係要打埋4強嘅下晝，咁我就翻咗屋企瞓覺之後咧，個4強咧係完全冇力打咯，所以就咁就輸咗，最後得第3。咁因為第一年嘅成績都比預期中嘅好，咁我諗住乘勝追擊，睇下第2年會唔會可以有啲更高嘅名次，或者可能睇下有冇初運嘅冠軍咁樣樣。即係21年攞咗獎之後咧，其實我哋就話，我哋下年一定要攞第1嘅，就放下呢個豪言啦。點解5年嚟都未講到話可以再打多一次咧？就係我 partner 就非常之充實嘅佢嘅生活。嗰時疫情嘅，咁然後22年佢嘅全港嗰個公開賽就壓後咗，咁可能係講到即係可能23年先打。咁然後連續2年咧，咁佢就喺澳洲，咁啊打唔到。跟住24年去咗影相，25年去咗南非咧，其實即係每一次都係點解會係呢個時間㗎咁樣咯？因為 annual 係打5月尾至7月中嗰啲 internship 啊，或者嗰啲機會咧，每一次都係喺完咗 sem 之後開始，咁所以每一次咧都會覺得即係兩邊都好想參加咯，即係要取捨。採訪一下先，咁咧，因為大家都知我哋5年之前就攞咗獎啦，但係中間咧係完全冇攞過任何嘢嘅，同埋並唔係因為輸啊，因為我啊，咁點解你仲會想夾我？我諗因為
可能雙打嚟講揾到個啱本身自己打波風格嘅人，我諗比較難一揾就揾到個比較合適嘅。最主要都係溝通咯，係咯，又唔會覺得即係可能提出某啲我想打得順啲嘅，又唔會怕好為難佢啊咁樣樣。我記得有一年係打成好大篇文，唔知你有冇印象？冇算啦。我記得係有一年佢影相嗰年咯。係，我哋覺得點解又嚟？跟住打好大篇文。sorry， 對唔住。好啦，希望今年真係可以贏到啦。今日就係我哋久違嘅對打日啊！即係好耐咧都冇試過對打啦。咁你覺得我哋而家嘅狀態去到咩 level 啊？我諗係要打返多啲，因為始終嗰個打波個頻密嗰個程度又冇話好多，所以變相有時夾落去有啲位，可能以前記得點樣走，但係而家要花啲時間去 tune 咯。我都覺得係嘅，即係我覺得能力上咧，我哋都係仲有一啲能力喺度啦，即係都可以打得贏。但係喺配合上面就要再練多啲咯，特別係啱啱可能左右走咧，有時冇話邊個 mark 邊邊咧，就搞到好似兩個一齊走翻同一邊，就好似好辛苦咁樣。今日第一日啦，打一兩場，跟住都係自己打自己啦，即係贏到就贏咯，係啦，即係但係個連貫性啊、配合咧都要再打多啲練翻。返咗工之後，可能工作嘅時間多咗，去到放工之後都冇乜力去再練波。頭嗰兩場咧都係會俾人炒咧，即係10分樓下去炒咧。跟住我覺得嗰個感覺係有啲無助，唔知打乜好。咁今日咧就係我哋第一場比賽啦。咁通常第一場比賽咧，我哋都係打得曳啲嘅，因為冇入局啊。